你姊妹平安。我这礼拜今天还要继续上礼拜我们所讲到以利沙的故事已经到第三个主日的以利沙的故事。那以利沙他在一个他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的险恶的时代，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情况还要不好，或者是像现在中东地区一样，那人民的生活很不安全，他们的财富随时会被抢走，生命随时有危险。最糟糕的是呢，抢他们的人呢，不是敌人，是他们的政府、他们的国王、他们的官员来抢他们。那信仰也是乱七八糟，他们拜巴力、假先知。这个巴力是一个巴勒斯坦的地方的一个生殖的神，拜他可以农产品可以生产更多。那他们有上帝，创造天地的上帝不拜，他们去拜那个外邦人的神。那在第4章，我们上礼拜讲到有4个故事，这4个故事呢，都是只有地名，然后没有名字，这些人是谁不知道。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他们是一些非常小的人物，他们的名字没有人知道，不重要，只有故事流传下来。但是呢，第4章的背景呢，是发生了一个饥荒。我们在第38节里面讲到一个饥荒，这个饥荒的故事呢，非常可能是第8章的那个故事连在第8章有一个饥荒的故事，可能是连在一起的。那在这个第8章的背景，我们会看到，当饥荒要发生的时候，先知发预言，先知叫人赶快离开这边，但是先知自己他没有要逃走，他的门徒也没有要逃走。我们怎么样读懂这段圣经呢？有一个旧约的学者叫拉索，他告诉我们呢，他说以色列的力量呢，都是从近前的领袖而来的，不是依靠军兵，不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战车、很多的军队，他们的先知，那个真正属于上帝的先知，是他们真正的保障。所以呢，人们要去听先知的话，先知才能够救你们。国家的军队武力不能救你们。那这几个故事就让我们看到，这些没有 no face、没有脸、没有面孔、没有名字、没有身份的人，他们怎么样在先知的保护底下度过他们生命中的危险。先知告诉人要逃走，但是先知自己不逃，因为这个国家他需要守在那边。如果他也逃走了，那这个国家的未来谁能够保护他们呢？国王不能够保护他们，军队不能保护他们，只有近前的先知依靠上帝可以保护他们。所以先知留下来了。那门徒知道说，只要有我们的那里塞胡底家，我们的先知在这里，那都没惊因为有他在。先知代表谁？上帝。先知代表上帝，真的先知代表上帝，假先知呢那都不好真的先知代表上帝，上帝在，先知在，我们有再大的危险都会得到拯救。好，故事就来到这里了。第3章的后面呢，他们肚子饿了，要吃饭了，要吃饭时间到了，但是呢，厨房里面没有东西可以吃，他们做什么呢？先知就说，先喝水，先烧水，把水烧开了，然后呢，就有人跑到外面去摘野瓜，摘瓜进来，因为饥荒没有东西吃，所以厨房里面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能到野地去看看还有没有剩的东西。那你想想看，野地还有剩什么好东西吗？在饥荒当中，欧康那种红 take 对吧？剩下的东西是什么？他就摘了回来。这个小门徒呢，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就摘回来，然后用衣服的兜呢，兜了一大堆的瓜进来。他们就切了瓜，煮下去。当他们要开始喝的时候呢，突然有人大叫，他说什么？神人啊，会死人。吃下去的东西，神人啊，锅子里的东西会死人，吃下去会死掉。不好吃，为什么呢？可能吃起来苦苦的味道。
那这个东西呢，这个象征并不只是那个汤很苦，也代表了这些人的生命中非常的艰难，非常的辛苦。他们没有东西吃，到外面去找不到，最后找到一些瓜回来，这瓜吃了以后会死掉，会苦。那在英文的圣经里面讲说会死人呢，英文的圣经翻译说 death in the pot， 死亡在锅里面，就是假料也细的意思。death in the pot， 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点可以维生的东西，这是他们要肚子不要饿可以活下去的东西，但是呢，吃了会死。这个代表的是这些人的生命呢，非常非常的艰难，他们里面充满了各种的哀哭，各种的痛苦。这也常常反映出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这样，对不对？我们期待我们结婚，然后我们生孩子，我们移民到加拿大来，我们找到一份好的工作，然后呢，谁知道又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很多年前呢，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我到这个加州去，我碰到几个好朋友在矽谷工作的人，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他们清华大学理工科毕业，来到这边呢，哇，就抢他们在矽谷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买了在2000几年就买了100多万美金的大房子，谁知道来了一个08年金融危机，100多万的房子要卖掉，因为他们没有钱再付 mortgage 再付下去。他们在最高薪的工作，可是呢，他们吃到的是苦的瓜。他们以为在矽谷有美好的未来，他们是清华大学毕业的，但是呢，到矽谷给他们吃到的是 death in the pot， 在锅子里面是死亡。这是常常是我们人生的一些常态。我们拼命的去找生活的资源，努力存钱，然后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好好的安心的活下去，但是不知不觉生命中发生一些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带给我们更多的危险，更多的伤害。没有人敢吃，他们大家就安静下来说：“哦，这个不能吃，这假料也细。”那先知说什么呢？几罐米混来，拿一些面粉来，然后就吩咐人把面粉撒到锅子里面去。你下次吃到汤有苦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学他啊！这个圣经没有说，我们就拿面粉撒下去了，就没事了。这是一个特别的故事，这不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先知讲话才有用啊！如果是我讲话，你不要相信。我叫你把面粉撒到水里面呢，不一定有用。先知讲话就有力量，他叫人把面粉撒到锅子里去，苦味就消失了，毒就退去了，毒就解开了，大家就吃得非常的饱足。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面粉有什么神奇的力量，面粉没有什么神奇的力量。先知所要表达的是，上帝的话有医治的大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先知代表上帝说话。下一个故事有再强调，上帝雄著的恭维。当先知代表上帝说话的时候，上帝的话语可以医治。第一堂我们讲到医治土地的水，然后呢，还有医治死掉的小孩，还有让贫穷的人他们家里面的油可以不断的去生产出来。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先知医治了一些苦的汤，一些毒的汤。上帝的话语带有非常大的能力。诗篇107篇20节他说呢，他发出话语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阴府。上帝的话语可以把我们从坟墓里面，从死亡当中，从绝望里面，从悲伤里面呢，把他们救出来。如果你们还记得，我好几年前刚刚来你们教会讲道的时候，太跌吧，我的这个整个的脸孔，我的太太刚过世，哎呀，我里面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绝望。但是什么事情使我可以走过这个丧偶的痛苦呢？不是因为我去哪里去旅行散心，不是因为我去吃好吃的东西，不是因为我见了什么好朋友安慰我，那些都只能够帮助我一点点。真正帮助我
从坟墓中、从死亡、从绝望里面走出来的是上帝的话语。有很多很多次，在我在非常大的绝望的时候，上帝用一些很特别的方法。今天的时间不够，我没办法讲一些小故事。有很多特别的方法，上帝给我一段话，我一看到了以后呢，我的整个里面就开朗了，就喜乐了，我就看到盼望了。当然不是一下子就180度转过来，上帝不断的好几次用他的话语来对我说话。我经历到的是，上帝的嘴巴发出话来，就有医治的能力，可以医治他们，可以救他们脱离阴府。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生一些意外。我的生命曾经来到一个地步呢，是 death in the pot， 在我的锅子里面有死亡，有毒，我吃下去会死。我跟我太太非常辛苦的在这边建立教会、建立家庭。我跟所有的新移民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梦想。我太太读完博士，我也读完博士。我们希望我们的博士学位可以为上帝做些事情，可以被上帝使用。可是呢，死亡就临到我们，所有东西就被拿走了。我可以经验到 death in the pot， 死亡在我的锅里面是那么的严重，那样的深沉。使我得到安慰的不是去旅游，相反的，我一点都不想去旅游。有人跟我说啊，你要不要去哪里玩？我说我要去哪里玩？我最想要去玩的地方是我跟我太太在欧洲读书的时候去过的地方。但我可能再去那种地方吗？我可以去那种地方吗？我去那个地方我就要大哭了，对不对？我跟我太太来到家，来到这棵树下面，来到这个岩石下面，我怎么可能去那个地方去找到快乐？你要我去北欧去看这个北极光吗？这些东西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吗？不可能的。只有上帝的话语，上帝对我说话的时候。有一天我在台湾2年多前，我在台湾我非常非常的痛苦。我在我妈妈的住的养生村啊，你们知道有养生村在桃园林口那里。我在养生村像一个大学的校园一样，我在那里走路，我走，我一直在那边一边走一边哭。我跟上帝说：“上帝啊，可不可以？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哭。我下次来这里的时候，我不需要再哭了。”但是我不多，我走完还继续哭。我进到房子里面来的时候呢，我的手机 LINE 上面就寄来一个简讯，我的一个朋友，他才信耶稣1年多，他圣经也还不太熟，他就说呢，圣经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叫做以西结，你有没有听过不？以西结，因某跟他细体啊，他连这个圣经在哪里他都不知道。然后他说：“你去读读看。”他怎么会想到找我，叫我去读呢？这就是很奇妙的地方。我去打开以西结书，我就找到那段经文，以西结书24章。我读到那段经文呢，上帝借着那段经文告诉我，不要哭，不要哀伤。然后上帝说：“上帝告诉以西结呢，你不要去埋你的死人。”但是当我读到这段经文，我说：“上帝啊，我已经把我的死人埋葬掉了，但是我还是想哭。”我还是想要悲伤。上帝那段话进来的时候，我看到我心里面非常非常受感动。那一天是我生命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我就从哭泣一下子好像闹时钟，一下从9点钟就转到10点了，转到11点钟去了。后来我还是有哭，但是慢慢的越来越停下来，越来越停下来。我经验到的不是我妈妈煮好吃的菜我会开心。我经验到了，不是我去哪里玩一些我没去过的地方，我就会解忧解闷，那些对我来讲都没有用。只有上帝对我说话，他发出话来呢，就使我们得着医治。所以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是，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他可以让死亡转变过来，成为生命，成为盼望。你要等的不是人的安慰，不是一些好康的好运，你要等的是上帝对你说话。如果你跟我一样曾经有过这样一些非常困难的生命的时日，你可能经历到的不是我所经历，你是另外一种痛苦。你要等待的就是每个礼拜天来到教会，跟上帝说：“上帝，
请你对我说话，你说出话来可以医治我，使我脱离死亡，脱离坟墓。借着读圣经，那大家都在读圣经，好不好？每个礼拜天都要来到教会来听上帝。你今天要透过这个牧师，透过刚刚我们的诗班圣歌队献的歌，非常的感动人。透过那些歌来对我说话，使我脱离绝望和死亡，或者透过我们当中的弟兄姊妹基督徒来对我们说话。如果我们听见这些话，我们就去顺服，我们的毒汤就会转变成盛宴。那接下来这个故事呢，也是一样很类似的意义。接下来呢，在这个饥荒当中，有一个人呢，带着珍贵的20个大麦的饼来，要给因的腮乎先知以利沙吃。他圣经特别强调呢，他带着初熟的果子和初熟果子的食物，20个大麦做的饼和新麦穗。在饥荒里面，为什么有人勉强种出一点东西来，他要拿给先知？这个代表这个人的信心怎么样？好不好？很好，对不对？自己都不到家，还拿去给先知，而且他特别强调是初熟的大麦做的饼。初熟的是什么意思？以色列人他们初熟的果子要做什么？献给上帝。他不是献给拜巴力的那些假先知，他们在那个地方也没有，北国以色列也没有圣殿，去哪里找上帝？他带到真正的先知的面前，以利沙的面前，把这个初熟的果子献给以利沙，代表他献给上帝。这代表了这个人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是一个顺服上帝的人。自己都不告家不搞啊，还要拿去给先知，让先知来先吃。上帝会使用这个有信心的这个人所献上那么一点点的东西。先知他就说呢，分给大家吃。那有一个学生就说，20个饼20个人就吃完了，咱叫多少人？100个人呢，那还有80个人都不要吃了，吃不够了。先知不是这样看事情的，在饥荒当中，怎么可以有人吃到饱啊？有人没有东西吃？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吃。你们顺服听上帝的话，把饼分出去给大家。最后呢，他照着神的话去做，把饼分给大家。结果吃了结果怎么样呢？吃到饱还有剩。这让你想起来谁的故事？5饼2鱼的故事。我上次讲过，以利沙很象征代表耶稣，对不对？他做了很多的事情，预表着将来有一位比他更大的耶稣基督要做比他更大的事情。所有的人都吃下去，都有剩。而这段经文最精彩、最重要的地方呢，他讲了2次。一次是在43节，以利沙说：“只管给大家吃吧，因为上主安尼讲，耶和华上帝叫我们把这个饼分给大家吃，你就照着去做，做了以后就有什么？就有神迹发生。你要不要顺服？你要不要相信？还是你就不甘，没有自己都不告家，不能你家？你敢不敢把这个饼拿出去？你就会发现有神迹发生，因为上主安尼讲，咱就安尼来走。讲了2次，还有另外一次在44节，仆人就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吃了，还有剩下，叫上主所讲的话。2次都讲到上帝的话语使神迹发生，不是人的好意，不是人的能力，是上帝说话就使神迹发生。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曾经去找过精神科医生，我一辈子第一次去找精神科医生，我给他问看买在这个，我问看我到底有没有忧郁症啊？我打刚就赶考那医生就问我说你有安尼了，你有安尼了，你有安尼了？我说我都没，我都好啊。他说你没啦，你没有忧郁症，你等去啦。我心里面就很高兴，说还嘎仔，我没有忧郁症。我到了一个要得到忧郁症的边缘了，我再跨过去一步呢，
我就要忧郁症。忧郁症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我们会有对未来没有盼望，对不对？会有伤害自己的念头。如果我们遇到有这样的人，我们要特别要去保护他们，要去帮助他们。可是呢，是什么？不是医生开药给我吃，不是去接受心理辅导专家，而是上帝告诉我：你不要再哭了，你不要再悲伤了。哇，这个比我爸爸妈妈讲的话还有力量。上帝的话一进来里面，我里面带着力量说 ：“OK， 我比呢以西结好多了，因为以太太为当埋葬，我都已经把我太太埋了，我不要再哭了。”上帝说话，上帝会顾念我们每一个非常小的需要。你的需要可能对别人来讲，别人帮不上什么忙，没有很在意，但是对你来讲痛苦的不得了。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来对我们说话。阿摩司书第8章第11节呢，他讲到，他说：“看哪，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而是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记得这段经文吗？你我没有东西吃，你喝水喝的还是口渴，不是因为没有水，而是因为什么？不听上帝的话。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去保护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的幸福，或者那一点点的生命中的一些好处。我们拼命的去找水喝，找食物来吃，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很渴。这个渴不是嘴巴的渴，嘴巴喝一点水就好了，而是内在世界非常的渴。我们肚子还是很饿，冰箱里面的食物很多，可是我们没有胃口，我们心情非常沉重。阿摩斯告诉我们呢，是只有上帝的话可以解决你的问题。我们需要来寻找上帝。每个礼拜天，我们来上帝的面前。每一天在家里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跟上帝说：“兄弟，你也在对我讲话不？我需要听见你的话，请你对我说话。”1995年，这个天主教的教宗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教宗，叫做若望保禄2世（John Paul II）。他在95年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道，他讲到了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文化，他称这个世界的文化叫做 “culture of death”， 死亡的文化。他说，整个这个世界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化的特质，一个字就是死亡。这个文化要把人带向死亡。他说呢，当人看不见上帝的脸的时候，我们就失去跟上帝的一个 connection， 一个连结。当我们听不见上帝的话，我们没有听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会对人的尊严呢失去了尊重，我们会忽略掉人的存在的价值，我们会把生命看成是商品或重担。这句话这2年在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里面，我们就看见，对不对？美国人想要把加拿大当成一个商品来对待，可以卖多少钱，可以用多少钱去买。把格陵兰岛当成一个商品，我可以用多少钱把你买过来？你不卖也不行，我一定要跟你买过来。当人被带到一个死亡文化的时候，所有的东西的价值是用钱来衡量的。有很多东西怎么可能是钱可以衡量的？你怎么可能买到我的灵魂，买到我的人格特质呢？你花再多钱你都买不到。但是这个世界就是告诉你说，可以，我只要有钱，我只要给你要关税10%、30%、100%，你就要听我的。我只要用钱就可以控制你了。所以在95年的时候，教宗讲这个话，到今天仍然觉得非常的有道理。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一个使人走向死亡的价值观。那他们给我们的是一锅汤，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death in the pot， 在锅子里面有死亡。你喝吧，你喝会暂时得到饱足，但是喝下去会死掉。所以呢，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社会创造的文化里面，我们工作，年轻人，我们当中很多在上班的年轻人，工作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疲惫。那
去上班的地方，除了会赚到薪水以外，这个上班这个公司好像一个 death in the pot， 好像是一个锅子，里面充满了死亡。他给我东西喝，喝了以后会死。我们为食物劳苦，但我们得到的食物是毒的瓜。他们要把我们带向死亡，他们要求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必须答应他做什么。所以我们在这样一个死亡文化里面生活的人，我们非常需要有一种自觉，有一种 awareness， 我们需要来亲近上帝，因为只有上帝可以用他的话来拯救我们，可以带给我们盼望。我们需要花时间来亲近神。你们知道现在是叫做大灾期，对不对？Lent 预苦期、大灾期。那大灾期呢，是这个古代的教会留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传统。我们在大灾期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来祷告亲近上帝，因为这个世界给我们的是 death in the pot， 死亡在锅子里面。我们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求上帝医治我们，疏解我们的压力。不要以为我们只要到 long weekend 的时候，我们去露营，我们去美国旅游，我们去欧洲旅游，坐 cruise， 坐游轮，我们就会得到快乐，我们就会得到了压力得到疏解。基督徒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去聆听上帝对我们说话。只有上帝的话可以拯救我们。所以今天下午呢，这篇信息要给大家的就是，上帝不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表演一个神迹，变，就把那个毒汤呢变成甜汤了。上帝不是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变神迹，上帝不是要来一下子就解决你的问题，在你的生命当中撒一些粉下去，很 magic power， 一些神奇的效果，那毒汤就会变成是甜汤了。上帝邀请你来，在这个下午，上帝邀请你来到他的面前，带着个谦卑和顺服的心，来对上帝说：上帝，请你对我说话。因为上主安内讲，因为上帝这样子说话，所以我的生命当中会有盼望。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你自己的问题，你父母的问题，你的孩子的问题，来寻求上帝。上帝，只有你的话可以医治我，求你来对我说话。世界用死亡文化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喂养我们的欲望，但是上帝用他的道，用他的话语来洁净我们，医治我们，把我们从死亡当中，从沮丧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鼓励大家不要活在绝望当中，不要活在失望里面。上帝可以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大事重点是在于你要听见他的话，而且你愿意起来顺服。当那天下午我在台湾，我就看到那个朋友寄给我的经文，我就在上帝的面前就安静的停下来祷告。我说：上帝，我听见你的声音了，求你用你的话语医治我，救我脱离哀伤，脱离哭泣，脱离绝望。从那一天开始，那我记得那是2024年的10月底的一个下午，从那一天开始，我就经历到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一个医治的大能，一直在改变我，一直在改变我。今年的我跟3年前你们看到我可能不太一样，对不对？更有盼望，更有力量，更喜乐。这不是因为我是牧师我很厉害，而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可以医治我。你要不要经历上帝的话语的医治？要不要？我们闭上眼睛，我来为你们祷告，好不好？你可以把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口，放在你的心上面，把你现在的需要带到上帝的面前。在你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个苦的瓜、毒的瓜，让你非常的难受。你可以告诉上帝那是什么，然后我为你祷告。亲爱的主，
我把每一位弟兄姊妹带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的生命当中总有一些让我们觉得非常痛苦绝望的事情，现在我们把它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求你来对我们说话，求你来医治心里面沉重的向你呼求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求你来回应他们，求你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用你的话语来医治，无论那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是一个健康的问题，是一个家庭成员所遇到的困难，或者各式各样的问题。主啊，求你在他们的生命中撒下盐，撒下面粉，使他们可以得到医治，使他们可以看见盼望。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